我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嗨，恁好，我是乐乐。最近我的好朋友要生日了，我想要做一张无同款的卡片送伊。今仔日我甲试模堂老师阿姊约好啊，因讲要教我做一种真特别的电子卡片，我足期待的。我一定会做出上响棒的卡片。小朋友，做伙跟我来动手算苦哈！首先，咱先来准备材料。爱准备的材料有水彩纸、铝箔纸、LED、CR2032电池一粒、夹刀、美工刀、双面黏夹、黏布、蜡笔。小朋友，这集的实验会用到夹刀甲美工刀，大家使用的时爱细腻哦。准备好，咱就开始咯。首先，咱先来试 LED。LED 有长底接卡，长卡接伫电池的正极，底卡接伫负极。咱先来试一个，接着就会发光咯。我的 LED 哪会袂倒？可能接电倒表，若接卡无正确连接电池的正负极 ，LED 就袂倒。咱会当反过来试看卖哦。原来是安尼，我会晓啊。煞了，咱来做导电黏布，爱用到铝箔纸。啊？为什么爱用铝箔纸？乐乐，你看，先甲电池正极放伫铝箔纸顶，佮像拄则接电池同款，甲 LED 的底卡接电池负极，最后再佮甲灯卡接到铝箔纸。哦，电火球我倒啊，哪会安尼？因为铝箔纸是会当导电的材料，咱甲伊导电的铝箔纸搭双面黏夹，就会使做出导电黏布。电池、LED、导电用的黏布拢准备好，咱就会使做一组电路咯。哦，电路是啥物？咱会使想象电路是电爱通过的道路，咱来打造一组完整的电路，电才会当顺利通过，互 LED 点导。LED 的两支卡需要接触电池的两极，想要扭动距离，咱就需要制作导电黏布来当做电路的一部分。啊，就像甲 LED 的两支卡存档同款。无毋对，那呢，咱即阵就来做电路。咱先甲 LED 按到纸顶面，先用美工刀切一个小缝，对纸的正面，甲接卡藏到后壁去，再搁甲接卡扳开固定。用家己做的导电黏布做电线，再搁按顺序自两支接卡藏到纸下底。底好平以后，搁用黏布黏伫 LED 接卡，甲电池的负极挖伫 LED 底卡延伸出来导电黏布顶面，并且用细底仔双面黏夹甲电池固定伫咧纸顶面。黏的时爱注意，莫互双面黏夹挡着导电黏布。做到这，电路还未接通哦，因为电池正极还未接导电黏布。这时，咱会使加一段铝箔纸做开关，甲伊搭起哩。试落以后，电火球就倒了。并到正面来，甲这粒发光的电火球做延伸，画出你喜欢的图样，来做101大楼的点点。哇，成功啊！我的101大楼光亮亮。有够赞！乐乐完成一组通路，电火球才会倒。哦，通路是啥物？敢甲电路同款？头前阮有介绍过电路。当当卡片电路内的电池、LED 甲导电黏布，会当形成一组完整的循环路径，咱甲号做通路。若准路径断去，电流都袂当流动 ，LED 嘛袂倒，这号做长路。哦，我会晓啊，会当成功互电流流动的电路叫做通路。答案正确，
最后，乐乐你嘛会使准备一个纸相片框，甲伊装到框内，会搁较特别。这有影是一张真罕咧看到的卡片，有电藏伫内底。乐乐，若准有机会伫大人的陪伴之下，甲佚佗物拆开，就会使发现电子佚佗物内部充满各种电路。当电池的正负极安装正确，开关开开，佚佗物都会动起来，或者是发出声音。对大家来讲，接触电脑知识上简单学习的头一步，就是换无电的电池。大部分佚佗物电池盒仔拢有表示电池的规格。或者是你嘛会使自盒仔大小来判断，过来就是放的时需要注意正负极，咱会使自多样来判断。在放的时会使自负极的弓仔先按，搁起正极的位，就完成啊！原来日常生活中，世界拢有电路，电路亲像马弓斗倒共款，爱互电通过，就爱打造一条通顺的道路。就会使做出百款的物件甲佚佗物仔，真正足介意即届的发光电子卡片。我后届要挑战会手刮的卡片。小朋友，你感觉搁通使用电脑做出啥物款的卡片呢？欢迎你写批到乐乐批箱，甲我分享。咱后回再会，拜拜！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星星。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！订小星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搁较侪阮的故事。参考资讯栏，看搁较侪资讯。嘛莫忘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！哈哈哈哈哈哈。